影响到什么？你在看什么？我在复习功课，马上就要参加毕业会考了，要不然拿不到学位。老板，等你有空的时候，我可以请教你吗？过来吧。这儿我不太懂。建筑设计啊，有很多部分是不能被改变的，像建筑的体型系数，应该是小于或者等于0.40。我好好给你看啊。看这儿，这个地方就非常的关键了。如果这个地方做的不好，你会影响。影响到什么？老板，说这么多话，你一定渴了吧？我去给你倒杯水啊。而你正靠嘴角在上扬，心不自主怦然着想象，是我不正常，还是你在发光？怎么会这样？脸好热呀！完了完了，我该不会真的对老板有非分之想吧？怎么会这样？一定是机械心脏出了什么问题。老板，喝口水吧。哦，不用了，我不渴，我不渴。不好意思，老板，耽误你的宝贵时间了。那我帮你收拾一下吧。哦，不用，我自己来。停电了。老板，这应该不是我弄的吧？跟你没关系，电路短路，老毛病了。老毛病。可是这小区看着很高端啊。谁知道呢？那这样吧，我去找物业上来看看。他们俩干嘛呢？这么激烈，我才刚走就按捺不住了。不过穿它行吗？应该是我想歪了吧。